大家好，我係多德昌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通常情況下，健康嘅牙齦係粉紅色嘅，而且質地堅韌嘅。一旦發現咗牙齦顏色由粉紅色變成紅色、韌紅色、深紅色或者紫紅色，咁就要小心牙周炎啦。由於牙周炎嘅發展係一個漸進嘅過程，每一個階段嘅牙齦顏色同症狀都有可能唔同。第一，牙齦紅、韌紅色，呢個係早期牙周炎嘅症狀。呢個時候，牙菌斑同埋牙結石產生嘅毒素就會刺激牙齦，導致佢發炎、充血、變得紅腫啦。縱管牙齦可能會係刷牙或者係用牙線嘅時候出血，但疼痛感通常都唔明顯。第二，到咗中期嘅牙周炎，牙齦顏色就變得更深、更暗，甚至可能會出現紫色，腫脹得更加明顯，牙齦都開始退縮，牙齒嘅根部露咗出嚟。此外，口臭變得更加嘅顯著，且持續嘅時間更加長，有時仲會有啲膿積晒出嚟。第三，晚期嘅牙周炎嘅症狀就更加嚴重啦，牙齦顏色唔止變成紫紅色，甚至係暗紫色，而且質地鬆軟，伴有萎縮嘅現象，牙槽骨吸收得明顯，牙齒都會出現唔同程度嘅鬆動，仲可能經歷頻繁嘅牙齦出血啦、劇烈嘅牙齦紅腫啦。一旦發現牙齒嘅顏色有變，而且出現牙齦嘅紅腫、出血、口氣等其他嘅症狀，最好就要及時到醫院檢查。關注我，呵護你嘅口腔健康。